來看新北市邦橋國光國小老師就提這台語台新聞，甲伊改做文稿，讓學生囡仔做主播。中晝時陣呢，擱再運用學校的廣播系統，用台語報新聞，報予全校聽。老師也講呢，這學生會當對台語新聞學到專業的知識，而且報新聞予全校聽，學生囡仔有成就感，台語也愈講愈進步。收聽國光放送頭廣播電台，我是今仔日的主播，我是阿星，我是阿酷。學生做主播有喙水佮大班，用台語報新聞，予全校的老師佮學生聽。大樹町5月13迎新豐準備起鼓。今年台北下海新豐文化節，廟方佮在地發展協會合作，為6月中開始，連續6日3禮拜。新北市邦橋國光國小的老師在中晝，予學生食飯配新聞，運用公司台語台的新聞改做文稿來讀，予學生家己做主播。老師表示，毋但對台語新聞會當學到專業知識，而講平常時罕得講的台語，學生讀予全校聽，因有成就感，台語嘛愈講愈進步。袂曉的我會問老師，老師嘛會找因台語台的新聞來互我看。我感覺用台語來報新聞比中文較困難啦。但是會當學到較濟台語技術，所以我感覺真趣味。真正有營養午餐免費，也是講學校邊啊有，就是有人咧賣中國的四手仔，甲學生囡仔有較關係的議題來做廣播的內容。校方表示，學校有參與教育部的台語沉浸式教學計劃，有更較濟資源通做無共款的體驗。除了台語課，學校附近也有古蹟、藝文特區等等，嘛有帶學生去行踏，用台語熟悉文史甲生活環境。佇咱的生活中，互因去講台語。學校附近啊有林家花園，阮就帶囡仔去林家花園實地去看，實際去看講，林家花園伊即馬伊古蹟嘛吼，就帶囡仔去看。校方表示，為着要鼓勵學生囡仔講台語，要有多元的刺激，嘛着兼顧學台語的趣味甲英語感，產生正面的循環。利用新聞資源，在1禮拜一節台語課以外，學校嘛通創造台語環境。記者盧尚珠、鄭俊佑新北報道。